但係喺啟德醫院呢個名字背後咧，其實仲有一啲典故嘅。因為咧，我哋啟德醫院咧就位於啟德呢個區啦，而啟德呢個區係為咗紀念兩位華人嘅領袖嘅，一位係何啟先生，一位係歐德先生。尤其是阿何啟先生咧，其實喺我哋香港開埠嘅初期咧，同醫學界咧係好多淵源嘅。佢當時唔單止積極推動香港嘅醫療啦，佢自己係一位醫生啦，佢嘅家族咧當時都透過捐款咧，係推動咗好多醫療嘅發展，尤其是係幫助華人嘅醫療嘅發展嘅。而佢亦都係其中一個參與創辦香港華人西醫書院，亦即係今日香港大學醫學院嘅前身啦，嘅其中一位積極參與人士嚟嘅。所以咧，我哋今次呢個醫院除咗喺呢個咁理想嘅位置，興建咗一間新嘅醫院，有做一個醫療樞紐之外咧，亦都希望可以傳承到何啟先生嘅精神，致力為市民提供優質嘅醫療嘅服務嘅。嗱，其實啟德醫院咧喺2016年嘅時候，早於時候咧已經有計劃去到興建。當時政府咧已經諗住咧係要面對我哋人口老化啦，同埋各種人口嘅結構嘅改變咧，去喺超前部署要興建一間旗艦式嘅醫院嘅。而啟德醫院咧就好彩地咧，喺一個啟德新發展區呢個好好嘅位置，位於九龍區嘅中央嚟嘅。佢嘅地皮面積咧大過以前我哋伊利沙伯醫院同其他醫院好多，亦都可以咧，因為唔係原址重建，而係另一個地方重建咧，我哋冇咁多掣肘，所以咧更加可以適切地咧提供到啲服務，尤其是喺硬件嘅興建啦，配合到我哋將來服務發展嘅需要，而喺個過程入邊咧，亦都能夠更加有效率嘅。而啟德醫院作為我哋九龍中聯網嘅將來嘅醫療樞紐咧，其實我哋會服務範圍會涵蓋咗好多我哋九龍嘅地區核心地帶，油尖旺啦、黃大仙、九龍城、觀塘區咧，我哋都會服務到嘅。而我哋期望咧喺我哋同我哋聯網之間其他醫院咧，會組成一個強大嘅醫療嘅網絡，加強對急症啦、危重病啦同埋慢性嘅病人嘅需要，能夠咧更加好支援咧我哋區嘅所有嘅市民。咁咧跟住落嚟咧，我會請阿周醫生咧就幫我哋簡介一下我哋入邊有啲咩設施。唔該，周醫生。好，唔該。好啦，咁不如同大家咧介紹下我哋啟德醫院咧嗰個規模先啦。咁咧個總建築樓面面積咧就係50萬平方米嘅，係而家咧我哋公立醫院之中最大㗎啦。咁而病床嘅數目咧就係2400張，咁亦都係公立醫院之中咧最多㗎啦。咁比伊利沙伯醫院咧多大約500個啦。而500張床咧，大約係個概念係點咧？就係一間小至中型嘅醫院就係500床㗎啦。咁所以我哋咧之後咧有好多空間啦，可以繼續發展啦，我哋為病人嘅服務。咁另外咧，我哋嘅藥劑部咧個面積咧，亦都係公立醫院之中嘅最大嘅，亦都會咧採取一啲全自動嘅藥物嘅管理系統啦。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啲係新嘅。嗱，啟德醫院咧嗰個總建築嘅面積咧就係啟德醫院呢個總建築嘅樓面面積咧就係50萬平方米。我哋有5棟大樓嘅，咁連同咧我哋鄰嘅香港兒童醫院嗰2棟大樓咧，我哋其實完全貫穿嘅，咁所以會成為咗一個5+2嘅公營醫療建築群。咁而5座大樓咧，分別就喺呢度寫咗啦。首先就係急症大樓、行政大樓、教學及培訓大樓，另外就有專科門診大樓同埋腫瘤科嘅大樓嘅。為咗咧配合咧我哋咧分階段搬遷嘅計劃，亦都因應咧工程嗰個複雜性啊，我哋咧喺規劃嘅時候咧已經係決定咗將個工程分開2個部分，包括咧就係綠色嘅部分同埋黃色嘅部分。咁啟德醫院頭先張醫生講過，係我哋有一個新嘅地皮，起一個全新嘅旗艦醫院，因此咧我哋咧就引入咗好多嘅尖端嘅臨床設備嘅。咁呢度講翻幾個俾大家聽啦。嗱，我哋咧就有公立醫院首部嘅迴旋加速器，呢個咧儀器係愛嚟製作一啲咧放射性嘅時鐘劑，愛嚟做一啲核子醫學嘅檢查嘅。咁
咁另外我哋有高壓氧治療艙啦，去處理一啲一氧化碳中毒啊、減壓症啊同埋燒傷嘅急症病人。另外，我哋嘅藥劑部咧就會全面咁樣應用全自動嘅配藥系統，增加咧我哋嘅效率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會有藉住咧，我哋係第3層嘅醫療嘅轉介嘅場所啦，所以咧我哋引入咗好多咧一啲高端嘅專科中心嘅。咁呢度又講翻幾個俾大家聽啦，當中就係包括咧神經科學中心啦、腫瘤科中心，另外啟德醫院咧會係一個指定嘅創傷中心，會設立咗咧一個直升機坪。另外咧喺我哋搬遷之後咧，我哋會陸續咧咁樣設立咧中風中心，提供24/7嘅中風治療，亦都會設立胸痛中心。另外咧，我哋都會有心胸肺外科嘅樓層嘅。咁啊，另外咧，我哋喺我哋嘅藥劑部咧，都係會用全自動嘅配藥啦。咁我哋嘅效率會增加好多嘅。咁同埋咧，我哋有另外一個新嘅智慧醫院嘅配置咧，就係可以令到我哋有5G Advanced 覆蓋網絡，令到我哋咧所有嘅建築群嘅工作流程咧，都係可以全面咁樣電子化，同埋我哋咧可以用一啲 AI 人工智能咧去輔助我哋臨床嘅工作嘅。咁講完呢一啲咧唔同嘅設施之後咧，我想交翻俾阿張醫生講下咧，我哋啟德醫院咧究竟喺公營醫療咧點樣係會作一個樞紐嘅角色？好，唔該晒。好，頭先我哋都提及過有好多新嘅設施同硬件啊，各樣嘢而家有新嘅服務啦。我哋嘅目的咧係想將啟德醫院作為一個我哋九龍區嘅旗艦醫院啦，作為一個醫療嘅樞紐嘅，亦都希望咧佢喺呢個啟德發展區呢個地方嗰度咧，造成一個有一個協同效應。令到咧，我哋成個九龍區嘅醫療服務咧，係唔單止係一加一多過2呢個效果嘅。嗱，其實我哋可以喺3方面去睇。第一，我哋喺九龍中聯網入邊咧，啟德醫院咧會配合九龍中醫院入邊九龍中聯網入邊其他醫院咧有唔同嘅角色。就好似以呢個急症為例咧，就會有啟德醫院同埋廣華醫院咧分別去服務成個區域嘅病人。其實咧，呢個咧係更加平衡嘅服務嚟嘅，因為2間醫院嘅距離咧就會更加去到均勻咁樣分佈喺個區入邊。另外，我哋聯網入邊仲有其他嘅醫院咧，提供一啲復康性嘅服務，例如聖母醫院啊、佛教醫院啊、黃大仙醫院啊之類。另外，我哋仲有2間係專科醫院，就係眼科醫院同兒童醫院。我哋希望咧能夠透過成個網絡咧，去提供一啲更加適切同埋更加好嘅服務，就有以啟德醫院為呢個樞紐。第二個層面睇咧，我哋因為頭先大家都見到啦，啟德醫院嗰度呢個 site 即係5+2嘅模式，其實有2棟大樓現在兒童醫院已經喺度啦。咁我哋到時咧喺佢隔離嘅時候咧，亦都會打通晒嘅，有行人天橋啊，同埋有隧道咧喺度互通嘅。我哋覺得咁樣樣咧，會絕對會幫助到香港兒童醫院作為第3層轉介嘅中心咧，去到加強佢嘅服務，尤其是佢應付急症嘅能力。因為現在兒童醫院咧係冇急症室嘅，當啟德搬咗去之後咧，就會有一個急症室喺正隔離嗰度。咁到時咧，我仲會除咗急症之外，仲有其他嘅配套，一間最大型醫院入邊嘅配套，包括病理學啊、放射治療嗰啲咧，全部都會可以令到咧兒童醫院受惠到，對佢擔當第3層呢個轉介中心嘅角色咧，會有好大嘅幫助。第3個層次就係同其他聯網啦。其他我哋喺啟德醫院咧就會負責，例如心胸肺外科咧會接收晒成個九龍地區嘅預約同緊急手術啦。另外頭先周醫生提及過嗰個回轉加速器咧，我哋會提供嗰啲放射性嘅時鐘劑咧，俾其他所有醫管局嘅醫院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呢段時間咧就會發揮到呢個樞紐嘅作用。好，咁跟住嚟下一部分咧，我想交翻俾周醫生再講翻咧細緻啲啦，就係我哋點樣去到安排我哋首階段嘅服務啦。
好啊，咁啊由我再講講服務嘅轉移安排啦。咁伊利沙伯醫院嘅服務咧，就會喺我哋呢個轉移之中，逐漸咁循序漸進咁會搬去啟德醫院嘅啦。咁我哋整個規劃咧嘅重中之重咧，就係我哋嘅搬遷唔可以令到病人嘅治療咧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啟德嘅計劃咧係特登咧分開咗做兩個部分啦，可以俾我哋分階段咁樣咧可以進行呢個搬遷嘅。咁而首階段咧，我哋會投入服務嘅咧就係專科門診大樓同埋腫瘤科大樓。咁呢兩棟大樓咧將會喺今個月尾咧4月尾咧就開始收樓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展開一啲搬遷嘅安排啦。會喺10月嘅時候咧開展投入服務嘅。而首階段嘅服務咧就係會包括咧我哋有陸續呢幾種嘅，主要咧都係一啲門診嘅服務啦。包括嘅就係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可以提供咧家庭醫學嘅門診服務啦，同埋一系列嘅基層醫療服務。另外咧，我哋都有專科門診嘅，當中咧就係包括內科、外科、神經外科、家庭醫學嘅專科同埋臨床腫瘤科嘅專科門診服務咧，都會喺首階段咧遷移過去啟德醫院嘅。咁除咗呢一啲門診嘅服務之外咧，我哋都會有專職醫療嘅服務嘅，當中咧就係包括咧有物理治療啦、職業治療啦、營養部、足病診療部同埋義肢及矯形部咧，會部分分階段咁樣喺啟德嗰度投入服務，同埋佢哋將會咧喺同一笪地方咧嗰度提供服務嘅，所以我哋希望咧佢哋可以提供到一啲綜合康復嘅服務。咁另外咧，診斷及介入放射科都係首階段提供服務嘅，當中包括 X-ray 啦、超聲波啦、磁力共振啦、電腦掃描啦、正電子電腦掃描呢一啲檢驗嘅服務嘅。咁另外咧，我哋喺新大樓嗰度都會提供咧一啲電療嘅服務嘅。咁除咗呢一啲服務之外，我哋仲有一啲其他嘅臨床配套係好緊要嘅，當中包括咧就係病理科嘅化驗啦、樣本收集嘅服務啦。另外我哋有日間嘅服務嘅，當中包括咧就係內科啦、腫瘤科同埋婦產科嘅日間服務。咁頭先都講過啦，我哋有藥劑部啦，我哋亦都會提供抽血服務，而喺首階段我哋都會提供病人資料中心、病人資源中心嘅。咁至於第二階段咧嘅服務開展咧，我哋係已經制定咗咧我哋第二期嘅搬遷安排嘅啦。喺第二階段咧，我哋會喺2028年啦投入服務啦。咁咧就會有包括到住院啦、手術室啦同埋急症室呢一啲服務嘅。咁頭先咧，我哋都講過啦，我哋嘅原則就係令到我哋搬遷唔好影響到病人咧，佢哋接受服務。所以咧，我哋喺即係早喺今年嘅時候咧，已經成立咗一個專責嘅團隊，專門咧去處理咧啟德醫院病人咧嗰啲覆診嘅預約或者一啲查詢嘅。嗱，咁我哋會點做咧？就係我哋呢個專責團隊咧，入面咧就會有同事親自咁樣打電話俾喺啟德接受覆診嘅病人嘅，佢哋會逐個打嘅。除此之外咧，佢哋會透過手機短信咧，就 send SMS 提醒病人。但係呢個都未夠嘅，我哋接住咧亦都會郵寄啦，我哋一啲 update 咗嘅覆診紙啦，俾病人去佢哋嘅登記地址嗰度。再加埋咧，其實我哋嗰個流動應用程式 HA Go 咧係會通知病人嘅。通知病人嘅方法咧就係個覆診之前咧嘅3個禮拜同埋1日之前，其實咧佢哋會有個 pop up 嘅提醒咧佢哋覆診嘅時間、地址等等嘅，咁會通知得到個病人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知道咧，就算我哋有專責團隊咧去通知病人咧，我哋咧都會需要有一個窗口，可以令到咧病人同埋公眾咧可以向我哋問到問題嘅。所以我哋都設立咗一條啟德醫院熱線，電話號碼寫咗喺度啦，35065188。咁我哋咧就係每一日咧都會有服務嘅，因為知道咧問問題咧係好心得噶嘛，係好希望會知道噶嘛。咁咧就會喺呢啲日子嗰度啦。咁我哋係全年無休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除咗大家有問題想即刻問，我哋係知道之外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咧
病人或者任何一個人打電話，都係希望可以親人。即係真人去接聽，而唔係用一啲即係其他嘅方法嘅。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呢一個訴求咧，我哋都會喺我哋呢個熱線嗰度咧係用真人接聽嘅。咁我哋會點做咧？就係任何公眾啦或者病人打電話上嚟之後咧，嗱首先咧就會要選擇語言先嘅。選擇完個語言之後咧，我哋嗰個專責服務團隊嘅同事咧就會真人接聽、真人處理嘅。嗱，咁除咗呢一啲咧通知病人啊嗰個服務安排，大家好緊張之外咧，咁我都想請阿雷先生同我哋講翻咧，大家另外一個好緊張嘅項目就係咧嗰個交通嘅安排嘅。唔該，雷生。好，咁大家好，我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交通安排嘅。嗱，其實而家咧好多時我哋嘅病人或者係我哋嘅訪客嚟伊利沙伯醫院咧，佢哋都會用一個叫做港鐵轉乘嘅服務，佢哋會搭車嚟到佐敦地鐵站，再搭一個小巴上嚟醫院嘅。咁其實將來咧，我哋去啟德醫院咧都同各位醫管局依家係介紹緊啟德新嘅醫院啟用嘅時間表同埋設施。佢哋表示啟德醫院係將來九龍中醫院聯網嘅樞紐，將會提供2400張嘅病床，係現時公立醫院最多病床嘅醫院。佢係表示，將來嘅九龍中聯網嘅急症服務將會由啟德醫院同埋廣華醫院分擔。喺今次嘅啟德醫院嘅啟用方面將會分為2個階段，第一階段將會係喺今年嘅10月投入服務，當中包括內科、腫瘤科嘅日間服務、家庭醫學綜合中心、臨床腫瘤科、物理治療，另外亦都有 X-ray 電腦掃描等嘅服務。而第二階段將會係2028年投入服務，當中包括住院、手術以及急症服務㗎。如果市民對於轉往新嘅醫院有任何疑問，可以致電佢哋嘅熱線3506-5188，每日都服務嘅。現場情況先睇到呢度，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會有其他消息。